主望2024年1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红海年的完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4章31节。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，上主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地较近的路，因为上帝讲。行了遮的人民拄着战争，就后悔，搁倒转去埃及。所以上主带以色列人越对红海旷野迄条路，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地出去。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，因为约瑟有叫以色列人就同蛇对因讲：上帝一定会照顾恁。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。因对苏格出发，伫旷野的边界一统扎营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是用云条甲因带路，暝是用火条甲因照光，互因日时暝时拢会当行路。日是的云条，暝是的火条。拢无离开以色列人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活倒转，对密夺甲海中间的比哈伊勒头前巴力西分对面的海边扎营。埃及王会想讲，以色列人迷路，行袂出旷野。我要互埃及王的心意对入恁，毋过我要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，显出我的荣光。安尼埃及人就知我是上主，以色列人就照安尼做。有人来甲埃及王报告，以色列人逃走啦。埃及王甲伊的人臣就改变心意，讲：咱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是安怎要放迄个民族离开，无搁服侍咱？埃及王就准备战车，带伊的军兵做伙去。伊带埃及所有的战车，包括600台特选的战车出去，逐台车拢有战车长。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对入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勇敢大胆离开的时，埃及人对入因，埃及王所有的战马、战车、马兵甲军队，伫比哈伊勒头前巴力西分对面的海边，以色列人扎营的所在，入着因。埃及王挽军的时，以色列人一个看到埃及人入我来，就真惊，哀求上主。因甲摩西讲：是埃及无望地，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是无？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，带阮出埃及？阮伫埃及，敢无甲你讲，莫插阮，出在阮服侍埃及人。阮宁可服侍埃及人，比死伫旷野较好。摩西甲人民讲：毋免惊，徛好在，看上主今仔日安怎解救恁。恁今仔日看到的埃及人，一定永远袂阁看到。上主要为恁交战，恁着安静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是安怎对我后叫？着叫以色列人向前行。你举拐仔，伸手击海，甲海分开，以色列人会伫海中行大地。我要互埃及人的心意，因要缀恁落去。我要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、战车、马兵，显出我的荣耀。我拍败埃及王甲伊的战车、马兵得到荣耀的时，埃及人就知我是上主。上帝的使者本来行伫以色列大队的头前，
迄时刷去因后面，粉条嘛对因的头前刷去后面。来到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，埃及营互云大地变做黑暗，毋过以色列营面是有光，两边规暝袂当接近。摩西伸手记海，上主互真强的东风吹规暝，互海水提起，海成做大地，水分做两边。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地，水伫因的双边，成做墙壁。埃及人对入因，埃及王所有的战马、战车甲马兵，拢缀因落去海中。到天要光的时，上主对云条甲火条中间，压落看埃及的军队，拍乱因的队伍。互因的战车的链仔甲条地，行袂去。埃及人就讲：咱着赶紧走，离开以色列人。上主为着因来拍咱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伸手记海，互水倒转来淹埃及人、因的战车甲因的马兵。摩西就伸手记海。到天一个光，海水下互原状，埃及人逃走，毋过上主将因车落海，海水流倒转，甲战车甲马兵淹没，日以色列人落去海中的埃及王全军无一个活地。总是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，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墙壁。迄日，上主安尼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拢死伫海边。以色列人看到上主用大气力对付埃及人所做的事，就敬畏上主，搁信服上主甲伊的仆人摩西。红海年的完成。读出埃及记的时，真好理解为什么一个统治者甘愿背上全国，也毋愿对以色列奴隶放手。伊甚至敢对上帝讲话无算话，致使国内灾难不断。就算埃及王最后背上伊的大囝，以色列人也已经离开埃及，为什么伊还是带兵去追赶以色列人呢？原来伊后悔失掉一阵奴隶。根据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界国际研究中心估计，俄罗斯对2022年2月向乌克兰发动战争开始，一年之间已经造成20几万名俄罗斯人伤亡，其中死伫战场的约7万人。遐个被送上战场的青年，甲3000多年前的埃及军队敢无差别呢？因拢因为专制独裁的政权白白送性命。总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若埃及军队无互上帝分条火条阻挡，最后搁葬身红海，结果会怎样呢？通知因一定会对以色列人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毕竟，因无论平常的训练，还是行动以前的任务简报，拢袂甲以色列人看做是人。埃及军队的任务就是要互以色列人留落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。了，因才会继续踮埃及乖乖仔做奴隶。今仔日的乌俄战争也发生真侪针对非武装人员的屠杀事件，无论是造成上千人的死亡的爆炸惨案，
还是卡科夫卡水坝受炸毁，致使上万名群众需要紧急疏散，甚至恐惊造成核电厂因为冷却水不足引发灾难。这个拢是为着要达成战争的任务，无甲人命看做要紧的明证。另外一方面，乌克兰为着避免人民遭受搁较大的伤亡，积极寻求国际支援，希望尽速予俄罗斯解除武装，无搁再有伤害别人的能力。为什么会予少年人上战场呢？问题显然出在伫侵略方的统治者为着家己的政治目的，不断挑起乌俄双方的冲突，企图用外在的压力转移人民对于内在种种错误政策的纠责，总是怎将就包袂牢火。俄罗斯长期贪污也贪到群众，枉费因做世界军事第二大国，原本宣称真紧就通打败乌克兰。乌克兰的军事排名是世界第22名，到2023年提升到第15名。俄罗斯战术频频失利。台湾相反，长期面对中共伫各方面的文攻武吓，近年来搁较不断以军机和军舰扰乱台湾，始终不愿宣布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。伫即种情形下，台湾应该要加强家己内政和国防，强化外交国际的关系，连结逐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以协助中国扩张的野心。同时，台湾国人也要认知，维护和平生活是着要付出代价。遐个主张和平协议的人，应该向企图侵略台湾的中国领导者呼吁：阮无爱战争。默想，战争真正真无情，总是要安怎才会当有效避免战争呢？毋是劳干贵子，出在侵略者想要安怎就安怎。战争真正真无情，总是要安怎才会当有效来避免战争，毋是劳干贵子，出在侵略者想要对咱安怎就安怎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你看到战争中两方丧失的无辜性命，求你予战争止息，予公义临到这个世界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